由細睇到大嘅蜘蛛俠，警惡懲奸，爬嚟爬去好威風。但係有冇諗過，蜘蛛俠牛高馬大，如果要喺現實入面爬到牆，要生成咩樣呢？原來呢，最緊要係手掌腳掌夠大，咁樣先至可以支撐到成個身體嚟到對抗地心吸力。咁即係大到點？嗱，我哋平時着歐洲 size 30幾40號鞋，原來現實蜘蛛俠要着到145號。英國劍橋大學一班科學家最近就觀察咗225種爬行動物，包括昆蟲、爬蟲、兩棲同埋哺乳類動物。佢哋發現，原來爬行動物嘅體重同腳掌大細成正比。將一隻爬行動物嘅腳掌面積加埋，同體重比例原來要7:1，先至可以攀附喺牆上面。體重越重，攀附喺牆上所需要嘅吸力就越大，而手掌腳掌越大，就可以增加同牆壁之間嘅吸附力，防止跌落地面。科學家仲發現，如果要有大腳掌，就要有啱翻比例嘅四肢。所以呢，現實中嘅蜘蛛俠其實要有一對43寸長嘅手同腳先至得。不過人類嘅手掌腳掌冇吸附功能，要對抗地心吸力，仲要有一個好重要嘅因素，就係身體要有40%地方有黐力，例如貼上可以黐牆嘅箭，人類先至可以好似爬行動物咁自如地爬嚟爬去。不過有人就反駁，爬牆唔一定要靠呢啲。美國史丹福大學前年就做咗一個人類爬牆嘅實驗，佢哋用吸盤模擬壁虎爬行嘅方式，一個70公斤嘅人就用24個加埋150平方厘米大嘅吸盤就可以爬牆啦。科學家到今時今日仍然喺度研究爬行原理，希望可以應用喺軍事科技上邊。咁既然蜘蛛俠唔夠實際，如果參考埋呢個壁虎爬行機制，變成壁虎人，又有冇機會呢？有朝一日會唔會真係研發出一對手套，令人類唔使長手大腳都可以輕鬆咁喺牆上面爬呢？如果真係咁，戴上爬牆手套就可以任意爬，捉走敵人就易如反掌啦。雖然係有啲天馬行空，但係諗下，如果真係成功嘅話，唔一定係 superhero 都可以替天行道，警惡懲奸，你話幾好呢？